其實每個人都有壓力，有人選擇去跑馬拉松，有人選擇去飲杯嘢。不過澳門呢位35歲嘅保安部隊人員就比較特別，佢選擇咗喺沙梨頭區嘅大廈樓梯間放飛自我。一名12歲女仔放學返屋企食飯，點知喺2樓樓梯轉角見到呢位冼先生正喺度忙緊。女仔嚇到即刻同屋企人講報警。司警一查之下，發現佢前一日已經喺同區另一座大廈做過同樣嘅事，仲喺現場留低咗證據。直到12號，司警去到佢返工地點將佢帶走。佢話係因為一時性衝動，見大廈鐵閘冇鎖就入去。我係 Mr. Miao， 衝動係魔鬼，尤其係喺樓梯間遇到魔鬼嗰陣。